台南爱读册，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是沿着东门路慢慢的走到了这个是重信街53号。这栋建筑呢，其实原来是一个废弃的铁工厂，但是呢，现在目前是台南非常有名的林宪忠建筑师的事务所。如果你觉得它是个事务所，那你错了。我们今天带来这里是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也是林宪忠建筑师所经营的吴有为书店。林建筑师非常喜欢看书，所以呢，他对于书店的经营呢，其实有他的想法。他认为书就是要选，用主题选书的观念，然后呢，带你进入到文学的一个很好的空间。你可以发现，这个就是这个书店最特别的地方。那我们一起进入这个空间吧。嗨，美霞老师，阿忠，这就是林宪忠建筑师，也是这个吴有为空间的主人。阿忠，我刚进来的时候发现听到这个水声，真的感觉很好耶。你怎么会想到这个书店，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水声，然后的一个水墙呢？是这样子的，当时在构想这个小庭院的时候呢，我是希望，进来的人可以把外面的市府先放下，所以我在构思一个元素。那我所构思的元素，就用水这个元素呢，来沉淀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的。所以那个水可以让大家感觉其实很 peaceful，很安静，然后这个进入这个空间，对不对？对。那这样你就可以带我们走进去这里面看看那个宁静的书墙了。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映入眼帘的空间是吴有为书店的用餐区，可以在这边轻松的酌饮咖啡，阅读店内丰富的书籍。而林宪忠建筑师在布置书店时，更希望将绿意引进来陪伴读者，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空间的设计摆设上有许多精细的巧思。而吴有为书店其实还有包厢的空间，目前仅开放给吴有为之友预约使用，而包厢的位置就在我们的上方，手脚并用的登上去后，才能看见另一番景致。别致的日式包厢其实就是间小茶屋，有着榻榻米的香味及精巧的茶具，空间更能多方运用，不论作为阅读或是聚会的场所都非常合适。在书店里有各式各样的书籍可以阅读，从美食、人文、建筑空间、艺术设计、生活、文学都涵盖在内，更以阅读而交流，由交流想阅读，提供约1000本书籍，约300本的新书供读者选购。吴有为书店更会不定期办理讲座、课程、展览，透过活动加深与社区的连结，将阅读的氛围以不同的形式传播出去。苏媛，你在这里呀？是啊。在这里看书哦。对啊。这个空间不错哈。是。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它跟一般书店来讲有蛮多特别的地方，因为它是空间明走，又有一些隐秘，有一些舒适。我想人在这里看一天的书是非常非常满足的。我想阿忠一定很认真经营这个人文空间了。那你这个书店，你当时的经营理念是什么？经营很简单，就让分享这些书籍，还有一个提供一个很舒适舒服的空间这样。那你一定会按照不同的主题在选书了，因为我看你真是一个杂食性的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对不对？对，因为基本上我还是以建筑为主体，然后去延伸。那除了建筑之外，我们当然会有跟艺术有关的，还有人文，然后还有包括生活面。所谓生活面，就可能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料理啊，然后自然界的一些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书籍。所以我刚刚看到外面还有很多的美食那我就想说，这么好的书籍，谁可以进入到你这个空间来享用嘞？想要在一个很舒服的空间，好好的去看一本书，只要有这个都可以进来。我还以为要像吴思远那么帅的人才可以进来那这样我们放心了。谁只要你喜欢、有闲而且喜欢读书，都可以进来，对不对？对，随时欢迎都可以进来这个舒服的空间这样子。其实我记得楼上还有空间，所以我们一起再去看一看吧，好不好？那我们就这边走。